好，我系特别是客家词康会万用过了半个线上，我想两三百个量，汤白虎等个手响，我就两手响哈。万用班呢到有训练嘞哈，那学生们呢，大家当面进哦，我哋口信口辩，除了一般呢，你就最重要你搞学会咯，不过呢，嘅你翻译然后如果没有加没有搞了哈，然后我哋就特别就到嘅没有伴奏到到阿卡贝拉。哦，每本几多啥学生个拿出来练习，几多啥咪哎呀唱到咪当翻译哦，还有以前我比如他们几多啥讲分到3个声部来哈，几多啥咪全部又照单全收，进步动作哈，我咪感觉讲了好人啊，热唱热后生哦，然后几多啥我希望讲唔但讲讲咧农民教就来上课，希望几多啥咧我还写顺子咪带出来哈，不然你多多了解你客家话，了解你嘅客家文化。好，那要不然呢？因为COVID-19呢，大家疫情按央重哈，你有2年的训练是改到线上教学。最欢喜的事情是那个，你线上教学，你头上有好多讲当作新奇的东西，像你手机的地方都科技的东西哦，以前不晓得样办用，因为了解了线上教学要视讯，所以呢，就注意到声音的好，然后好多该动作新鲜的东西啊，比方说，因为知道要怎么美颜美肌，那台大安尼那么讲，老师多放题哦，那来有安尼好多新鲜的东西，你讲你讲塞翁之马焉知非福哈，但是就放题的事情。你看呢，今不也有特别了大家的介绍，你客家小调哈，你客家小调哈，你客家歌啊，一般哈是分到讲传统的、流行的2大类啦哈。那传统的呢有3大调，是你讲偏板、山歌子，还有老山歌，还有小调啊。那目前呢，你台湾还流行的呢，你客家小调大部分是你台流落来哈，因为大概从以前你老祖宗落来时间，3脚采茶，个曲目，你台湾人呢，咪当做3脚采茶来，你客家台戏，叫做啥戏曲里边都会用到那种小调那种哈。然后你台湾呢，因为南北老北两岸都来说菜哦，冇穷人，因为你口音上面呢有点冇穷人，所以呢，你个小调呢还是讲多元化安尼啦哈。像你客家你是分北中南东哈，花东该片安尼哈，在小调该当过的曲风哦，没有其他的冇穷人。你北部啊哈，你讲桃竹苗还有推种哈，因为交流很热络，所以曲风大部分很穷人。不过呢，在高平地区哦，是寥寥个还冇穷人哦。伊度啥，因为尤其系密农啊，伊度要走去，因为下散毒，冇到外界接触，所以伊度啥很保存下多个你原乡面向那个风貌哦。有的歌啊，你唱到你北部了哟，因为唱腔啊放健康啊放时候，但系有的因唱啊你一家回到歌词，所以呢后部人呐你系签谱啊，比如讲记谱哈，是寥寥个为有的你讲藏差啦，哈，那我们去记谱安尼记下来，因为以前人民呐还冇像安尼个五线谱导人应该都哦，所以变成口耳相传，是有寥寥个有下到个有冇穷人来素材，按道理下来呢，比如讲有人讲，我那么你穷啊，那么穷啊，那冇穷人是安尼来意思，是像恁比如讲啦，像恁讲业派，了小个你。被补偿来，从伊最尾个是挺说的，可是米弄啊呢，你何无有家己去买啊？那是用冇穷人来素材。你早期呢，你甲迁回啊吼，去到该台流该大陆的地方小曲，引进了台湾来整个修改过，有的是比如讲改歌词啦，有的是重新编曲啦，有的速度给它做一个调整，伴奏乐器冇穷人等等呢，要都有符合你本体啊个曲风哦，所以使得你台湾你下你个客家传统歌谣吼。
掩盖丰富，韩国斗才，韩国斗变法哦。好，你后呢？我是来到台大，来介绍讲，像你个客家个小调歌曲哈，那小调歌曲有当多的曲牌哦，比如讲西腔会弹到的，那个卖酒歌啦，什么瓜子吟啦、念有情啦，五杠鼓啊等等个动作，个太步跳个都动作歌哦。今日咧，今日来到台大的分享吼，来了说到杜马跳，是来看的杜马跳，你等下是来到台大分享哦，辛苦大家。好，你厉害呢，来教呀杜马跳你是两个歌词然后有一些虚字大家要注意哦，在两个时间大家注意看正月里來莫書法改，正月里來莫書法改。去年過了新年來，去年過了新年來。風吹糯米送雪開，風吹糯米送雪開。零落莊女捱去芒果來，零落莊女捱去芒果來。好，聽一看。年年里來聊書法改，年年里來聊書法改。你以為有記住我們還講語呢年年不是年你是用鼻音的你年年里來聊書法改，年年里來聊書法改。聊書出行一下來，聊書出行一下來。聊書出行一下出，聊書出行一下出。事事啱啱芒果來，事事啱啱芒果來。三月里來圖書法改，三月里來圖書法改。書版法義芒果來，書版法義芒果來。你要唱芒果來，芒果來，全部簽到要就全部做對啦書版法義法韓文，書版法義法韓文。他出他音係芒果來，他出他音係芒果來。第四堂新年里來起書法改，新年里來起書法改。天上phủ下筆下來，天上phủ下筆下來。天上phủ下有送對，天上phủ下有送對。每字莫送係芒果來，每字莫送係芒果來。我们先用音调试试看，刘老師，我們用音調試試看用音調，然後我們先來第一個唱譜。瑞瑞咪嗦，瑞瑞咪嗦，來。瑞瑞咪嗦，瑞瑞咪嗦，哆嗦咪瑞咪哆瑞，來。哆嗦咪瑞咪哆瑞。這就跳過去，後面來咪瑞咪瑞哆嗦嗦嗦，瑞瑞嗦咪瑞哆哆，來。咪瑞咪瑞哆嗦嗦嗦，瑞瑞嗦咪嗦咪瑞哆哆。嗦啦瑞西啦西啦，嗦嗦啦瑞西啦，來。嗦啦瑞西啦西
国语呢，因为客家咧传统的就是要的国语哦，不会轻难，所以讲他就是唱一遍，就是唱4遍，那个音都一样，所以我们只要学一遍唱的谱，后面就自然就会了。可是最重要的一个哈，最重要的，因为客家国语呢有清楚的音随字走，像你唱那个掌面哈，瑞瑞咪嗦是张啊年里来呀，莫说花开来，张啊年里来呀，莫说花开。音随字走啊，所以2月的时候注意啊，你呀年里来呀，柳树啊花开来，你呀年里来呀，柳树啊花开。柳树出新芽。
哈，不是死死娘娘，死死娘娘，所以那个音的跑调也会跟着走了。还有呀爬了，就是呀爬了哈，这几个音要注意一下，它会音随字走。哎，你注意了吗？啊，好，你看那个散念，三那耶里来呀，多数啊发开来，三那耶里来呀，多数啊发开。跟着。苏万法地呀，莫要过来。来，苏万法地呀，莫要过来。猫狗有没有唱上去？树板发的呀，猫狗来，苏万法地呀，莫要过来。树板发的翻轮嘞，来。苏万法地翻轮有没有嘞。注意到这个发本来它是法，如果照那个音阶是法，可是我们不能唱法，我们要唱发喊论啊。好，那下一句，他把手了嘞，他一把呀，来一路的冲过来，来，他出来看你吧，来你会弄过来。好，你看嘞三月啊，来三月再来一次哈，来预备起。三那耶里来呀，多数啊发开。苏万法地呀，莫过来。苏万法地翻轮嘞。他出来看你吧，来你会弄过来。好，你看呢，洗念，就让哈，不是洗念哦，哈，照谱来，不要照谱来的洗念，是我们要唱洗念，然后那个批书啊，那个式子批书也不是体书，好，所以这两个音要跟着跑调了哈，好，来预备起，洗呀念里来呀，批书啊发开来。西呀耶里来呀，一束啊发开呀。天上蝴蝶地呀来，天上蝴蝶来，地呀来。天上蝴蝶有啊送归来，天上蝴蝶有我送归耶。莫呀自来莫送啊，来牛来弄过来来。我呀是来莫送啊，来你会弄过来。来，这个注意一下，莫呀自来莫松，不是莫松啊，这要跟着音随字走哈。莫呀自来莫松啊，来牛来弄过来来。我呀是来莫送啊，来你会弄过来。好，所以呢，看有冇大问题嘛？那有那单老师五行数的有冇？那没有的话，我们就从前奏前奏来刘老师我们来前奏来，然后大家从都明来唱一遍了哈，好来。
开耶，林那罗中女呀，乃女梦过来。你呀耶里罗呀，流苏啊巴开，流苏中心啊呀来，流苏中心呀水。是啊是来娘娘啊，乃女梦过来。三那夜里来呀，多数啊八开呀。出版法的呀，梦落来，出版法的法论嘞，他出来看你吧，乃女梦过来。西呀耶里来呀，地主啊发开呀，天上福呀，地呀来，天上福呀，有啊送对耶。我呀自来莫送啊，乃女梦过来。好，那现在呢，我们来配上音乐啊，来全部来唱一遍哈。哎，你选择唱慢版的啊，我们有慢版跟快版哦，好，来给大家不同的曲风，弹快慢嘞哈，好。我们用快板的来试试看哦。好。那夜里呀，我说发开呀，听见过了啊，心难念来。
呢，你看了正式的唱了首歌的哈，大家记得咯，唱了首歌的呢，因为要首歌特别的素材哈，它是戏曲里面的，大部分都是那种什么大家闺秀小姐在唱的，所以呢，你得唱的稍微的难一点点。唱啊，来了唱的，张啊夜里来呀，梅树啊花开呀。好，我们加了那个尾音下去，那会比较温柔一点点。好，那我们等下唱的时候，大家注意了哈，还有很多捏捏、西捏，还有发什么之类的音，要随着那个字走，啊，就不是照着谱来了哈。好，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喽，刘老师你挨演了哦。好，大家呢，注意对那个请好哦。